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23回，君卿荣归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郑君卿，在廊上具体盛放，知不相违。到今这方是明白。原来我里向的咖啡已经出毛病，心房74岁。12年夫妻恩爱，心里向难分难过，而且这个咖啡的是冤枉，给他经常我有精神。不过是讲，既然今朝碰到盛放，我要努力打走去，不记得为娘那口讲。为到书记们给他经常事体，不要笼笼清爽。盛放，三爷，不能在此上去。要跟我为主固守。三爷，为是龙清庄三娘娘的名字，人都必须跟你在书记，哪怕赴汤但后非死不是。好，待灯开时立刻动身。真三爷吩咐。我就来带4个泥他要口口，我真端起满里。与这个魔公本上跟我本子一样体子，盛放是他们这几个人当初空余人这样的难为。哥哥，盛放听见门个上2只眼睛回过来，对来港了浪忙着水忙着面孔那模样。魔公还要好的，要说口里上10个有，我看些已经遗光了。但盛放哥哥呢不能讲个，你一讲我不得了，就铺盖滚台个。江西人得来，他们让唱歌帮忙分享，是有灯芯路见来买药个。哥哥，我盛放也讲，那胡子白人不得了。把我是东港，我讲东港了门，有啥人欺负你，不要发掉。可是你喏，你喏看我眼光，不要哭诉。盛放发，这里向有啥说的？一记你干嘛开了啦？你哪怕让我唱开胃里一记，我一个一记挪不脱的。来我呀，有个你家不你家，这有啥都不的。顺包头这个厉害。这呀，等不啥人欺负我，他们的啥话？这个伢子没给我落给啊！不上，哎呀，魔公是接得来，带里头个10派啊，你不讲到弟弟，我要来上伢子啊，我老要接的，哈哈妹。不上，别个三爷，你这人多带书记去嘛，人肚里向我有个公房药的。哦。都是个药子。我有的外不像药哈都有个个的。哦。那么呢，你讲在书记们你要不掉放了上去，我不放心的。那么我想打不掉一台在书记们府里向去跟女人路呗。好个，不是说自家经济碰到跟我东港嘛，拍屁股一走，公房呀有良心的，还一台要打出去。沈冰清就是欢喜的一个点，所以说开手打的一大动身，一阵是小三呀。一口里身当像高胡子非要背得个路，你这讲普吉罗说的那骨肉那难看，等些文物古友来送我，一口大人肉让他弄个比赛，这个难看这样，盛放是，空有好些的衣服，好的衣裳，三呀，你人做事我都够水态度，你让我在做最起是别个我的花头噻，那么哪能法呢？马上去马来不及谁也开路，沈君清不久来带4个泥他要口你多少年还有衣裳多，叫一他不里带书记为你多，魔公都有的，当然我有，我送他给他，你想我亲力亲几光的不光这个他衣裳都要送，不觉得你要送他衣裳，你到弟兄4个这里要摸包的，为谁搞的发达人是第2遍来的吧？来的需要一个送他衣裳的，来晓得你是现在大人的幸福，来一个是送他衣裳，来到你节节有第2遍的，
他一让你自家就各送给，各起云来的还送么子也吃醋那个多的，那么自家就听他的，一个姓龙嘛，一个送十升，一个青丝白大么怪一个蛤蟆的血，能拿出来打盛方一来到手头上下，加上魔公一句闲话不讲，带至盛方闷里闷的唱一个说。咦，你看多少？你看多少？啊？你多少意思？多少呢？多少啊？良心发言。啥听？我当你嘴巴大人问你，你不想你就是照应我。哦，你这用不上，不带理管，可以少带理你。是了，你我说我都开得轻点。哎呀！我说你我这个不是我周围会看那个。哎呀，下次我不敢。哎，别紧。这个换衣服。哎，他衣裳在心里，要叫我衣裳。要你像个奶茶人，吹送高，他们不晓得一样么子都来，拿平基板上，走。理想一送么头来，在那魔宫灯那半边经常灯，顶下不马有啥样么子头来嘛？想帮你谁的嘛还拍毛皮。这样一看见预知在时精神是你不你等下的。老兄，东西掉下来。黄豆子。本来你阿伯乖讲我扛了身边腰里向肚皮我吃的。那么有些人我看混得子，有些人忘记得吃。现在打分我不了还。你当要拿肚皮按我？没吃子吧？哎。别经理。哎，老兄的东西我怎么敢吃？我听得吃，你吃海的。哎，我不敢吃。你倒有份爱个，大家越来越奇怪。你听我吃泥瓜嘛，我听得吃豆腐。哎呦，老兄，我不敢吃。你吃呢？你不吃一滴水儿子了？吃呢啊！一定要给我吃。哎，不要吃，吃给。这个头名专门来这个饭，什么不够当了？你吃么没想吃？这个我多谢老兄了。用不着管，来吃吧啊！好，吃吧。好，你换。我能吃。你换。啊。一边不走子身体，无意让么魔功要吃。你讲这句话噻？你晓得苏州人的纪律么是讲究？但你苏州吃的一种纪律，那春卷、什么，这是豆子才是在。你像个豆腐哈，吃个鸭么总要带个鸭么再抠一抠的，还有比笼子眼睛人啊。广西人在豆子一口嘛，这个豆子实力刚去，还有鸡母了。可那鸡母那动了，还有一头皮呀，盛放了的老米啊，就像地方子来，一朵牙关这里两个豆子靠那烧肉的。等到半夜里拿出来吃起来嘛，还热咚咚，而且不会得红点头。搿浪向在5眼路，手鼓去擦衣鼓，魔工像这个来就还做的。来吃子下去，等那肚上上顶起来、扬起来，走不能走，等哪吃不出来。看见你身体不走了，让无意上么讲心拿两个头子往手场外头一挥嘛不等，手浪向你要坏的么事真别当，你不会回头奶奶真后悔。利人人心心听我听，不吃不人东西，讲是人为着你，我衣裳过个当时一琢磨出嘎吃的。来了让嘎吃么身防无衣裳，对浪向两个顶起来，啪，头他妈的龙嘛打上去。可惜这个钢配的对称都不够，你到上去哭了，一个面孔给大家做门，那么重新抬起来，那么还得被一堆倒了，姐这么不要紧，越来这样抬驴子的屋里，我是在做这一下屋里，身上像扑面头来，一说身子了，上不过头天色的你那最 low， 我是一天丝白打，一劲。有的像举起的，这样一来不要紧。这浪向刚没黑好头来摸，好摸的说，可发现那个血统不够，这三人过里过在这爱去，身房叫爹，我上头来个铺嘛，跟10点起，
别人讲儿子怎么在都是一直的迷糊，也是一双麻的了，而且这事情就还是哭噜哭噜。那么王世玉打解决来，那不要紧。等到财务事情的时候，他铺一张，揪一揪，我跟来财人解决，忙进不必一放，一口嘛，晚上吃了。你大呀？哎呀，换好了。哎，我看过，你吃的？我吃完了。哦，哎，你换得快啊！你吃大不美的我。因为老兄的东西好吃。哦，哎。所以我吃得快。哦，让他吃得快。好吃的东西，哎，一定吃得快。哦，一定吃得快。这个名堂就叫日口而化。我说口儿。我还吃个噻。哎呀，真好吃。哦，是的，还吃个。嗯。你讨厌我们第一个来一个。那也是。比分这么拿下的比嘞。这个啊，日实在好吃。第一个来一个来。是啊，这个日口而化。我现在在说口，他第一个来一个。我娘东西不理解，别啥子。这个最好吃的就是里边这个一煲汤啊！哎呀，最好吃。你大呀，没分就问，这一碗汤呢，把人搞3年了，谁的个3堂肚子呀？跟你讲拿我这一汤你说这个呀？你到那分就问，日口而化。也是口儿我听见过呢，不等回了屋里过。第二个。哎。哦，听我话，他的为啥问我第一个嘞？哦，放我的母娘，我是句。哎呀，我难为情没有去。哎呀，那问就去了。我晓得过，你早听不清，我晓得过。我不相信，你真的晓得。我为什么不吃？那个朗香呢？口气子我厚了。我娘都是养孩子啷个？哎呀，我要想吃，我吃不下。不要紧要记得，你吃还是要。哦。不的呀。哦，别，我要不嘛。哎呀，我实在吃不下。吃不掉，问吃不要紧。哎呀，难为情。你让50岁。再为他争东的。你说呀？你还有事情啊？我没有什么事情。那么我拖你吧。因为呢，刚正我跟大人讲了，我们要去见你阿伯了，一定要过去。那么这个现在里向还是你阿伯有名字的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开缸子了。那么拖你去到现在里向讲一声，书包上名字考考的，你说你阿伯哪不开缸子？啊。哎。我去。拖你啊。一会我们去，那是好好的要拍那磨皮，加上磨把两高的白的一道上路，而且这个磨工拍的这个磨皮相把的一件铺衣裳，草裙拎起来，你要有开头，晓得个你像个鸡毛狼这样子啊。你他要我来的啊？要我来。哎，在这呢，在这呢。山高的一场我们新8个半月。估计吃的地上像光楼灯笼刚刚要进大地不去，不觉得你都山高的一道人过来的还面对面还来3个人，当中一个老老的不是本人，谁是龙旗，头颈里像一根链条么2个一长努力上牵过来，我老老板的沙发，顺方靠落钢铁，金草大人大刀手浪。加上这个4岁手在一在俺们的一股跳起来，很多开缸补给的那10缸补给开6缸他补给了，那从我都不能东西外当了的，外叫努力都牙在鼓就让听懂音听的，那么怪牙上听，养不教夫妻个，你多些30斤，牙一出去，连啥地方顾家你。老做你发呆黑毛病，想的一塌糊涂。嚓，一根链条把它让牵过来，要牵到骨头上听动静听的。这个老要好，儿子唱这样那个途中，山高的飞车一大路让过来。顺风口嘛，哎呀，要问，至少讲他是链条了，年纪都好不起的呀。那么我去见一个兔子，说不听，最多。你看呀，俺可见呢，拼命来个呢，当中个鱼做手就是我个牙。哦，这老头就是你的老子。哎，认得我要。那么就是我们的老伯。哎，你也是清楚。当然是鱼菜。哦。从来啊，一个链条就都弄他，因为你要年纪都好不起噻。有啥用弄他这链条光海了，是吧？好。在这呢。一句话。啊。动静不比你他要7两个一叉子，真正的上不得俺说。
过来帽子妖精一看么毛扎出扎个面孔，再次两一插，哎，哎，一插一口骨头了，你头呀，一推呀，哎，你头呀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你头呀，可不能放的呀，该是干夫要干呀，那么因为干夫出大落干天了，麻烦真多动人。这个呢，一个规矩要送在手上，听得懂人听谁给？放屁！是。放下来，是我们的老婆放下来。都来不来个呀？我听就那个也是个嘞，差啦里的多嘞，那么龙家都听就来着呢。来了点，我给他不听酒，一口子身体嘛。等到来里边去，他们莫把两家都要进大堂来。这个老婆，见老婆有礼了。见老婆。老一口两高的上一马都有。大郎家里老爸们的好混子，一直的当不称呼。哥哥，我有2位祖宗啊，你是在当祖宗那个吃货的。阿爸。你啥呢？咦，阿爸说你是陆芳雨啊，你不认得噻？你阿奴啊？哎，今朝你让唱戏啊？不什么唱戏着？给他绿西锅里跳得来过。不是啊，我要爸啊，该打不是讲闲话上话，也讲到你屋里向去讲啊。阿奴啊，你哪看干嘛为的麻烦大人呢？一打讲不清楚，到你屋里去讲呢。仲要为这一个子两丁想多个儿子婆婆那么，你这个弄得我太那么怎么的？你到底屋里去讲，到你屋里去讲啊！我家能知的。不过你别讲，你等些。我呀，我这个也不能好啥你别讲呀，你别讲啊！你大呀，托你桩事体。我现在到你阿爸屋里向去的。好。现在你托你去吧。那个托你去吧。我一句话。好。一句话。我把两家里在现在我们班里一个拿龙的人卡窗怕不认走，你都去一句闲话。加上我关在养儿子两家里面在屋里，2个一场你不如让个反人接出的抓哈子，这啥子去？老了到屋里向身体受的那个心跳的来，年纪都发带血毛病。哦哟，阿爸。我不能好啥子。用不着好过分，不得过。阿爸的说不难听啦。当天呢，还是电子里碰上我让上电弄我句话来，还是我当那说废话了。搿废话在句话批评那个呀。那才是句话。通通句话。通通句话。那么现在中你只要讲我才是来闲话。别。啊？啥子别？那又是句话。啥子？你那个辰光讲个辰光还是来闲话，那也不是个2、3句。今朝你说这个才是句话。那么那过去就是来闲话，说现在些2年就是句话。不，你管你说，我管我听。今朝真的来闲话。随便你好。阿爸讲不来听啦。中你知了，手腿的确是帮人家。搿讲人家是丁口夫了，丁肾。那么我们府子里这个3山要叫肾君臣。那么因为那个东高了，出去寻朋友也在襄阳。腰里够上岗嘛，碰到强的，杀脱了上岗里10岁才分钟。那么有些人嘛，搿搭这个老太太又往我去三娘娘去不通改，那么我院门抬出来，后溜到路到上。你在大门奔过去呢？啥讲？那么那个事体还有搞？阿爸，你看俺娘周你这种人呢，有望的呀。看上去这样倒是不大的那么我溜到龙在给他上去，我想想有钱就做中国难个。这个2年里向上天的事西路么你阿爸弄我去。这个事体反正我牛筋水来讲的啥体？那这个一大路放下来了。昨日你看讲哪会得麻烦大人？那因为昨日看讲口口都不过肉，那么我想让你3样。我想3样不是点不也走过，走到过去某种情况的人，我不会吃个重口头。心里一语一哭一唱，就所谓的臭家落岗体。啥个？臭家是落岗体。看落岗的。重要几十年看讲我的落岗的分开。是呀。那么有些人把那工作上找的，手上去接到同人的。阿爸。来到手上同人啥人？你那是讲我那些的，因为又不是4人都同人啥人呢？就是在手上绑对了，那个同人不是别人，谁人我东高兴并且3样，阿不大懂。不懂。你哪不懂呢？我不爱懂的吧？哪个不懂？本来没懂，越讲我不懂。搞得没听上来。我糊涂个懂了。哪了呀？你自家说的哪个东港嘛，把他讲的杀脱，4岁让上岗的安生。是吧？那么哪也帮他做东港。
铁头来。哦，闲话还贴在一头个。哎，铁头。那虽然讲一句人话弄不听上。那我讲给你听呀，你三要上岗女的有告诉，有人拒改。哦。哎，那么有些人自家让自家做不得，今天讲立在公面前去讲谁伤心恶。哦。哎，那么我去东高房子头这样。那么现在这样讲，我送进去的，这个人对我来讲呢，180起以上。分析的。分析的呀。这些人都举步相为。哎，旁边在。那么要拿来打打收据。收据去的啊。来当我手上。哎，还有10起以上。还有几样东西。等就是要开肉菜。谁要这个？哎。还说。说个还是讲。不3半个月。不来个。12天。不来个。3日天总要等。1年不来个，马上就要开肉菜呀。谁要最大？哎，谁要最大？7包。好。有7包。要不说啥？要不你说个，要不你拿了哭讲，你拿说讲啊？要不你说几颗？总到要不到考我了。你那上天不考我，最高兴我哪不考？我哪高兴得了你？哪不考我你？好。本来一个字。正弄2零你想来喊我走呀，本来阿宝让阿宝，把筷子拿下来500包。阿宝。来7包。好。来7包，哪个福气誓不相忘。我们平时做一家沉默，苦辣的子又是苦辣的子。哦。趁那个良心啊，我终于良心带上去来忙忙了，到白虎没收了。不良心，3遍的。阿伯那边看见，阿伯怎么你是闲话分讲我了呀？别听这个，别听。啥不要听的？不个闲话。什么？哦，那当时我们良心怕怕各位水侬那做了海的。哎。还是中你这个去人你。哎。我当你3要讲的。哎。我说我上水都是个牙子。我们都懂你，阿伯那懂你。啥都讲。我说我也得收罪嘛，你阿爸也得收罪的，请我一人买的。答应你。我谁要一看答应我？现在我来同了一台手浪去，马上呀回收罪罪。我话也记得。还气的呀！咦，阿伯那现在就在那咦，阿伯呢？阿奴啊。阿爸。那个种讲讲是好好讲理理。说天理理。这家是那唱舞的。哪了？来这地是我还得书记们，我们俩到头明眼里不可特个。你要特心就问。我们你还特意买心，你稍微上去点不要紧。你听我讲，我这个姑娘，给他收罪去哎。这样一口奶水里喝。还不记得啊？我2零里居奶这样一口不冤枉。我想哪个种根子东高追人，这样几个种教命这个要么种归哪里？一个人哪可以这个？吃到那良心喝。这那句我心里。不冤枉居奶。应该是俺我一个。哎，阿奴啊，奶水里喝。不记得啊，阿伯。我不海边想就喝。哦，你是在看阿伯你？那你是俺喝。阿伯你别女子哦。阿奴啊。我俩也我见你要不。是不是家不没弄也挺低了？啊，这这把身高头在的啊。这这把啊。去，那就要走最去的嘛。哎，走最去一人妹子呀，阿伯。来，个。啊。这把风炉来挪一挪嘛。小天，这风炉。这个帮来弄嘛，我来弄吧啊。阿爸，一样别到，但手最样才有。来做完饭做上吃一人做饭。可我要帮着漏了，用不着的。我不看干啥？用不着，我要看干的嘞。我不个中午是忙买酒吧。这口都特子吧？哎呦，伢们过来用吧。我来不认识进来，但是一人一个人。哎，这个水吧噻。好，看来你字面上对吧？对吧。两家里打出来门社会大一大上嘛，我来不认识进去的，的确别个铺地的句子，样样才是一个，不样么是才不弄子。卡完来不这个种土么子也得上。就说伢儿子的忽悠旁边，我把你在世界里，因为蘑菇当天身光一身奇光，就相对你不够。晓得你都伢还要到手机嘛，世界里拼动力气，还一发飞下去。让奶奶跟那有的飞入了，跟那贵族在斗争的飞才没为融合的罪，让奶奶独中，各位吃嘴吃的手气，别的贵族垃圾，龙吉蛮开心，身旁的要是来跟那飞入了，我不能够扶持奶奶的东西，那要扶持的人才。
我就在书记们再来看来了，那是年纪还是我家的班中的。不过呢，几次等你们当我听上岸，我在沙地上在这里听岸。沈芳已经回到古柔廊下，刚把那等人听得很你呀，本来要在古柔廊听岸，但是可能忙了发灯一样的在书记进来，哎呀，沈芳。是。空虚废了知识么？这个人都不上几岁，怎么没爱上事体啊？本事体们蛮好，但如果上一根赛道，吩咐开去。是。顺方打出来在树头那么黑，雨山的亲子，动人吩咐，开日的。那个木工的那不必听的，一听没办法，这也挂是动人的幸福。一样海上开头来听听各种声音口。那你都有囊流的，你本来能光骂海，这头面我弄两匹马做这个，实际上老讲到底是不能够比，我听得的还是你。我的浪像大动，相松动。实际上的五湖就要进开嘛，送个人个人为主。加上骨肉堆到湖塘了，房屋上下来你一个人，啥你们现在俺们一步爬出来20名夫子，手里向在拿白起的气杯，啥他们来爬磨皮，想帮同人来白气子，谁让那黑往那这里向夫子有去，那么要白几乎容易，白一代了。再听听别个一代，这个一代不是上海的公共基础，这个一代是结婚上去要摆到无锡的，而且还要惠州来这对我跑奔出来，惠州来嘛，在现在我们临时讲设计个动力，可不能，不办法，但一边父子后前哎，身边听见外头声音漏在啥地，要木工就唱，也是吃子兵法不并理。哪位心腹顺房了？顺房是。外面何时虚话？是。要进出来门，到树头上被牛郎一望门，这可就当牛郎留了让12名夫子。现在我们跑了浪过，虽然是7倍浪海，语气也语气，顺方口气没那个，想想驾驶压力。我不碰到自家东高顺边境，今朝这个几十名父子当中，我罗芳玉有结在一起呢。你只要说你压力要提干，今朝我要被一人了，上周到5岁我要围住来，叫丢派人摆出来嘛，临时提动力。说你啊，自家吃口声口头的，他不是摆不上去来。顺方向是讲，我们现在运气碰到是东高，语言方面在时机方面，还需要让我专业里头，带动人民让太个情况，所以要就回到会场里，并当人红是。当我那下现在里跑了啦，20名夫子了啦回去啊，当人啊，今朝顺风人士，我快要吩咐米气是吧？哦，还是。咦？啥地你上再用2个夫子，沈君听1周年的有什么？那个里可种光还摆些气，吃过口对了老这因为上面哪个同仁我呼吸呢？可是这些名字也不拿来，是吧？是。吩咐民气。是呀，同仁，顺风礼让最真，适当起个闲话句句与弥途，他到手头上嘛。哎呀，像个2个人认识才认得，侪是要龙气的朋友，平常间都说说包包，现在不能接应。那么我叫是接应，别人搞一听哦，我们说认得给这个里向作弊有哎，不喊，所以这种不认得。我老想亲自啊，怎么样？同仁吩咐，今朝顺风人士，米气的啊，你都走去吧。
这起码20名夫子不动，各种股份买了些。玻璃神风一副么让你摆摆下，一边你自家摆。从那份煤气是那就叫煤气，啥个道理就？我手里让其他呀个面孔仔细一看嘛，哦，别个那煤气认得个，龙井的儿子陆放于月，门都比还黑影，就叫拎不清，你都还靠了，总是你一个百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上不吃口子，开始。陆放有缘，那么农家戏，不离都口子出来。那么你再不接应，再当成我告诉杜了说，难道这还接应？哎，叔叔，爸爸。哎呀，哎，你到来了啦？你照应我们。不搞，不是搞。上来今在大人吩咐的呀，神风认识了，大人吩咐我晓得你是照应我们，照应我们。给大人归家给。现在你苏州去了？哎，爸爸是大人带上飞机在。哎呀，你真好福气啊！哎，看你都叔叔爸爸个父哎。过2天我们到苏州来看你啊！你看你这来不讲？哎，这来啊！哦，我本都不讲有面话，听得起豆腐话。啊！现在还听听豆腐话，大概有保护美事也听不起看。来啊！啊哈！哎呀，开心！百起飞儿百回的，一代俺们同里的这样一的路，加上有时在夫子当中大家在那讲，你给他上嘴毗邻一里想吃个这样一个陆放油不得。搿辰光百里油里吃个神油，你给他毗邻一里想吃一个陆放鱼油，我做讲啥的大概跟名字啊，大概些项目里讲出来，是好人当中去，你对不起。身方为的场地让生病请不必的，杀了一样一个地下人到底2样，这个2家的与谁有与商量，来不就莫把你在里拉不必去，与啥也我讲，生病请到今天没明白。别讲了，我到经理下门来，娘讲6日呢，行里带我约1本。下2封信到苏州门娘，为现在是文龙统一大病人，想不到发现已经死，而且心亡这个事，那还不难过。风神。那些脾气
容易结妻难。夫人啊，我生发了不必是委屈，那我是我把的人，因为口理亏，生发委屈。三呀，是，那别哭，身体白容。那么那是三娘娘了，看上去我可不严谨。哦，因为那三娘娘，人都生防性命，大娘娘上头也举得来，何况三娘娘，一都忙得里面也很，看上去都不严谨。那么来我呀，一人天下，三娘娘不严谨的。你让安慰我，看上去刚才办不出，脾气万事，来非要离死离自家也是，那么拿你走起子再说的，忽然夸的一回。上至一狗两起大，加上古人的父亲们也带过压力，但来人听人离西山，批两个父亲开着。那么那你上去带过压力嘛，说是几回事？那这个父亲的压力嘛，能够打架？你看不起父亲，这个不是看不起，这个是事实是要有事体嘛合适。这上去有干活，那父亲不干活，父亲干活有点不可能努力拿，这里不可能我们不事体。于是这什么，服侍这表，但还父亲也开着。柴木炙肉块，必比一大须子怪。三句老人言得快，大马的万落哎，每个辰光每夸个辰光特别夸，但是我记得你那唱耍大会，王洛安，那么王洛安耍大会，就是现在个昌门啊这个汤子码头，这辰光叫王洛安。这关键的辰光，官长到书记们总归西门外去，一人有在歌厅，哪能到他子码头这个码头不都一样？有道理，因为省边境市场不合了，昌门上岸用关走起，路比较近，书记分部官长统统在那浪走，就叫负担了。因为省边境有上方北京，不大那路。大好来嘛，太太听副台长记载的。今朝在海滨口府里向人也有了老中姑、老太太为怕阿德王的两高的两只兄弟，身边请不见。呀，像500两滚开人之害我性命几里都很疑人之际，副台长当场。这个两高的上上来买好，龙在原来不是镀金定是标金，太太个两阿是哪上不去？说话是我谁要记的，弟兄负重相见。阿德巴你讲有好的，自家做做虚心事的，还兄弟今朝走，有上方北京南方喊为周期，而且呢，他关键都能外地等到兄弟的人到这，有一太太的多个的，弟兄在高头啥的，你都是干不争气，小兄弟就活好，百样多这，等等了，等到副台一直有么身边就八道子，用关周期的13级的开大路。省方临时上我们在小路上快叫来娘讲在小路上再等一下，我到我离警察的农民忙来进来，来了现在真过去哈，你看他大子当中就就跟周起，大子人都不人家分流些，他叫他奶梆梆梆路了浪靠过来的辰光，阿多万两高头在那门口等，哎，今这个两高头那边看清你，据说头上下午说嘛了罢了，
我哋当分家不来些明朝不会晓，难为的说么了吧？你老太太因为小儿子姓欧，俺都按你把一年内外定太太吃动力打个煮的，那么呢想煮出2万桶，给俺都煮个铁品，俺你煮个薄品，两高的铁品薄品，内股都没这个行头漂亮。你看沈君清这个对郎上方式无上。对于同这个苏马是对对碎碎，身上像满地风云，现在保护，如待为要叫郎上学乞丐，铁品打个薄品这个指头你当个挖点找，俺都话你这个苏马是有的呀，这个好光那个亮，后来让你都不，那地把这那胖歪歪的，我家里脸都看了不知啥，大同学，三弟做清茶。今朝做为教，想想送的是我白实在差。皇帝，弟兄，西亚夫现在还叫飞熊王，但是呢，那才是我呢。想不良滚开人子，害三弟的性命，分爱人工，这不是过了酒的。内哈，这个内不分开。当时我内也越来用越了，我想出来500两滚开人子的呀。一个爷娘养奶水高是能人干。内心上哦哟。现在的做事上都到过去的拿弄法。这个不过啥时期啊，少个西季的。各种过啥个时期？哪了？姓吴东人是了，啥时期？你那说什么子？姓吴东人。姓吴东人。姓吴啊！我当时姓吴东人，我想打到5个东人上。滚多年的，打我还都东人呢。姓吴。不要么说你该唱走来为上方报的可以谁在于之余。那谁兄弟一样说错着吧？啥八级？八级。哎，那就八的弄好了。这个弄不能弄上来八级。来不要八级。是吧？我可要台湾地方。啥子不要八级呢？我当然想个条件，擦屁里出门害你性命分爱人工。兄弟为我在心。可是别说这个今朝走来摆上一个枪。是不刚才马地上接也不接。唐诗8级是不得了呢。哪了？害你2高头平白一来。你是8级当中几进来？出来说到后门里呢。3米宽。2米1旁，我到那个队才要下来。那么过了几来是怎么拿你？可能我让宝马一双8德。8德拿你？8德嘛1米多宽1米多半。这个进来嘛做心事，就是多宽向来嘛多半向我。那么哪个队下来，我不下来，来放心。你2个当中觉得留一个，我总归当你报仇。干嘛做心多宽向美女？做心脏做心这个，定还向美了。做心向美女。跟咱们说法。上去。沈君清出来，攻击他让包子让进来。得第2样。我生气啊！哪一样的书嘛，到了你头上顶样？我去哪里说？你等你不到顶样的。你那这个样我生出把戏的。我那还贴了贴给。反正。上去。上去。上去呢？上去呀！你说的？你说的不对嘴了？你那好吧？你那五吧？后头我中央头，我才为的破壁过。我随手吧。上去呢？生绿的、熟绿的，自家做这个种子，再不是兄弟再不好，要进大堂来。来的呀！那就3弟啊！哦呀，做啥个人的3弟？是啊。那里仓路在。有理。3道人分口就2个狗了，你想毛好2米了，就是口气这2个狗一个后来，望空一谋受身啊！我到了个中拉手，还疼我性命。我现在嘛3弟呢，饥饿怕烧毛皮，后不来。卖这样子，这仓路有啥体面？那么难弄？落不落地？俺都没必须，把他修吧，赶紧把他修。老马子玩不拿你。3点你难得的体面家。小弟真是回家。尚未背地还恩。这个。待等地沟之后，再与弟兄相见。对，也是夸张。这样一个你到地方走不动。哪了？这弟兄搞到地不出啥的。那这皇帝也不要求。西呀包要忘恩贵。干嘛没这个嘛？3弟来谁包吧哈？要忘。
比我人拿黄林子大天上一把花和向我们孙平清上来2400句口水，看到你刚刚的气来上去呀，谁上去呢？来两男子那个长发仔，那个言语里在，嘿，来，样子今这个头名做长发了啦，已经过来了个呢。哪来也体面这个？谁的回家上面机构知情所上，待等机构之后再见弟兄相见。哎，哪的？哪来？那那个在刚才嘛保定之上，那能个眼睛啥去？不你自个是条个忘记了上去。根本为知情所讲靠欺人了呀！我刚这里分析个呀。根本你自个也是这样的呀！我那样分析要吃来问。根本我一个头对眼难不行。我说现在也是糊涂。来，听知情所讲经理啊！你自己来来吧。东西两瓶跟着来是身家的听酒，说身边请3多人走来街里面再出来的。当爸爸、你公公、3好5、4阿姨、女生是老妹妹提阿弟还有。等到街头里，各块东西两听嘛。阿去。想。什么想？长辈在几个的？一个做长期也体面噻。长辈几个还是平白了。跟你刚才在地台上的总是阿狗个样。小王。哎。记之前。哎。那还是平白了。弟兄相见，带个。上去呀！阿伟再体面。不为个快点的妹子里也，我是该上去。在的啊。嗨，来的。我一来这个。没事，言语妹来。是的，关键呢，想。你我是早高兴狗子吗？那一个来的吗？那个拿我子火腿噻。哦。哪里买来的？买来嘛，就是体面我那手里上个门。个到底两样的。看上去金家的神仙太太，你阿哥个台。我说对的，我说。海里外出把门来。为什么搞不去带你到那边边？可是到底你喊人也要发根子。甚至发根。我的要说喊人要发根子。谁让你连哪个也要买来的呢？像我谁的回家上面几个娘亲。有几个娘亲之余，再人弟兄相见。哎，我们那阿姨老娘讲。是搞的是阿姨老娘。那哪个娘我都忘记这个。我两分享我们娘呀，就么拿你弟兄搞了地不差。我让李下面就是对了，哪是这样子的？是的啊，那么这个阿妹了让李下房听了，那几他娘出来弟兄相见，弟兄相见。我谁在俺进去啊？好很多。哎，有2位公公一同进去。一道进去啊？站！哎呦，该着谁来的一步？站！该着谁来你一步？走！哎呦。那妈都好的，兄弟从来分析个东水东长的，那颗拉在里下面里边没空长，等到娘走到那么里把手送娘，3个儿子才是那阳光的不来听听，2阿哥想把两滚开人子骗我出门也害我性命，难说，哎呀，啥了没有啥，那么这些娘亲在身体不好的一个对问。俺那哪位杀出之帮哪里样子的？俺怎么注意就是讲，唱诗难得里向要3年没烧卡钱，我陪了2杯，连我包机上来我娘抬上来，做新人10岁，我娘抽着你是要停上来，上方包机还能走来3娘个，但是我是要停上来，实际那不就是这样出来的？最相当难为上面人，我个娘这个当牺牲品那个抬来抬去。沈君清气力样大，这个事体告不娘听了，他要说好我，哈很多。分析到里向讲起三娘娘刚才没分析了男的，那当中你娘娘不顾的，那么就要生门红为了夫妻相。